来葬我。听见了吧？那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是来瞻仰图尔扈特汗国未来的可汗。脱掉您现在的衣服吧，当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身上穿的应该是和他们一样的服装。我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我的臣民。娜塔莉亚，尽管我将是图尔扈特的统治者，可是在我心中，女皇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。如果你能容忍这件事情的发生，那将是整个图尔扈特汗国的耻辱。阿瑟赖拒绝穿自己民族的服装，他只能在东正教的教堂里闻女皇的裙边，没有权利以汗国王子的身份站在图尔扈特人民的面前。不能让一个异教徒接受我们人民的欢呼。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离我们而去，他们的灵魂就在我们图尔扈特人中间。我的汗，用你公正的心来审判这些叛逆吧。对，惩罚这个玷污了图尔扈特人灵魂和神灵的异教徒吧，这是祖先的意志呀！惩罚他！不许乱！不许乱！安静，安静，贵族们，贵族们，难道你们都昏了头吗？阿瑟莱不能穿着俄罗斯人的服装站在我们图尔扈特人的面前。对，不能让一个异教徒接受我们人民的欢呼。对。俄罗斯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，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他的固执，也让我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。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，也不能因此迁怒于身负监管孩子责任的娜塔莉亚，这让事情朝着相当危险的方向发展。这是扫兴图尔扈特人的一种玷污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战场上的胜利要用血来浇灌，教育孩子却只能用温润的爱。无论如何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我对阿萨莱满怀希望。
塔莉亚，你以为这是俄罗斯胜利了吗？利用一个孩子的无知，利用一种卑鄙的手段去塑造一个让图尔扈特人蒙羞的阿萨赖，你们以为你们这样就可以称霸在图尔扈特汗国之上了吗？你不要跟我喊！难道这是我愿意看到的吗，汗王？我和你一样痛苦和不安。你记住，这是俄罗斯的耻辱。我要用自身的血和全体图尔扈特人的愤怒，让你的女皇和我们一样的承受相应的痛苦和哭泣。你以为女皇的外甥女就一定和女皇有着同样的心吗？你以为眼泪也是邪恶的吗？在我的身上发泄对女皇和俄罗斯的仇恨，你不会获得满足。侮辱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是您的愿望吗，阁下？这是您的耻辱。阿萨莱，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？我就会唱这一首歌。你嗓子都唱哑了。我在俄罗斯重大的活动中都在唱这支歌，为什么这里不能唱呢？就因为我们不唱。是我唱的不好听？不是。来，阿萨莱，就像你拒绝穿蒙古袍一样，这里的人也拒绝唱这首歌，你明白吗？在俄罗斯盛大的活动中都要穿这身衣服，我没有错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错了。你是图尔扈特人，这里是我们自己的汗国。你拒绝了你的族人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，他们是要指责你的，因为你错了，是要认错的。妈妈，我冷，我要拿脚。阿萨莱，额济爱你，你不想回家吗？我的家在遥远的圣彼得堡，那里和这里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的家在遥远的东方，图尔扈特人的家不在这。妈妈，跟我一块儿回圣彼得堡吧。我要回家，孩子。发生变故了吗？不再关押我了，否则您不会突然改变主意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您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，赦免了我，等于赦免了汗国。你错了，我并不惧怕俄罗斯。你们用军队迫使波兰把女皇陛下的情人斯塔尼斯劳斯·奥古斯特·波尼亚托夫斯基推上了王位，从而夺取了波兰的领土，并把这个国家牢牢地控制在手里。现在你们又要把波兰的模式用于图尔扈特汗国，通过信奉东正教的阿萨赖来控制汗国，使其俄罗斯化。我绝不会让你们达到目的。图尔扈特是崇尚自由的人民，他们不会像波兰人一样任凭摆布、驯服地接受女皇的控制。
这是我原谅您的唯一原因。为什么？因为您的仇恨是针对俄国和女皇陛下的。难道这和您没关系吗？您准备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的后果？就要看俄罗斯怎么对待我们了。对女皇陛下来说，您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。图尔扈特人生来就是战士，他们把自己一半的生命丢在了战场上。与瑞典人作战，与土耳其人作战，和与俄罗斯人作战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。我们本来就随时面对着牺牲。可您从来就不想做一个失败者，阁下。图尔扈特人无法战胜俄罗斯，但能深深地刺伤女皇陛下。您到底是谁？韩王，你在明知故问。我是女皇陛下的外甥女，娜塔莉亚·尼古拉耶夫娜。阁下，为了您和您的韩国，请马上解除对我的关押。您不能公然对抗俄国，恢复承认我的女皇陛下使者的地位，是您目前唯一的选择。据我所知，女皇陛下并不很支持你的权利，所以导致了您的地位一直不稳定，难免被别人觊觎。你自由了，愿走愿留由你决定。不过，我希望你远离阿萨赖。陛下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。我发现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，这里居住着一些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。开始我发现他们仇恨俄罗斯人，同样的也不喜欢我和阿萨赖。陛下，韩国形势正常，表面上的不平静是因为沃巴西汗在准确而积极地执行您的出征命令，图尔扈特军团在集结。总之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。图尔扈特未来的韩王，您的教子伊凡伊列伊奇始终保持着皇家的高贵。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，植根于他精神深处的高尚的俄罗斯文化和图尔扈特传统的格格不入，就像东正教和佛教的相悖。这使他可以理性和明智地保持和家人的距离。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，这里居住着一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们，他们有自己的信仰、文化和传统，他们都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。我还不能理解他们，但他们已经赢得了我的尊重。与这些东方人相处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？看来我派去的那个女孩，她已经被沃巴西迷住了。是的，陛下，我注意到在这封信中，公主是和图尔扈特人一样，称沃巴西为韩王，而不是总督。是的，所以我想最近下一道诏书，正式册封他为图尔扈特汗。你说这样做好吗？当然，如果这样，他应该对陛下感激涕零的。不过我很担心。哦，你指的是什么？我担心的不是沃巴西本人。据我得到的消息，现在图尔扈特汗国内存在着许多不安分的力量。我知道，不过你会看到我的一系列措施。我告诉你，控制一个男人最好的方法是给他权力，再派去一个掌握他的女人。也就是说，陛下让沃巴西当皇帝，再让娜塔莉亚公主当他的太上皇。你可真聪明，妮莎。想一想，这个近乎完美的链条上，还缺个什么环节呢？哦，陛下，我怎么能与您的智慧相比呢？好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看到我那个神秘的链条部分。哦，对了，你好像跟我说过，有一个从中国跑来的准噶尔人，他叫什么？哦，他叫色楞，他是中国的通缉犯。
据说杀死了清朝皇帝的一个重要官员。在他的身边有不少手下，还有跟随他的一大群族人。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哦，他们逃来之后，清朝政府曾要求引渡，被我们拒绝了。现在他们在小帐哈萨克努尔哈里的地盘上借地居住，可那个贪婪的努尔哈里总在抱怨，说是占了他的便宜。他们和图尔扈特原先好像是属于同一部族。您说的很对。好啊，我看我们就叫那个萨楞到图尔扈特去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陛下真是英明啊！您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的小米莎，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。这个色楞，他是中国人最不欢迎的，所以现在他回去了，我们就有好戏看了。咱们等着瞧吧。尊敬的陛下，我已准备完毕，随时听从您的指令。我听说过你以前做的事情，我很满意。其实，不过我对你以后的表现还是有些担心呢。尊敬的女皇陛下，但愿我的表现能使您满意。看得出你确实值我出的价钱，骑士。您是指那1万金卢布吗？对不起，如果不是为了您，当今世上最伟大的女皇，让我出一下剑柄也不值这个钱。好吧，既然您这么看重我，那我就向上帝发誓，您将永远和我分享荣誉。谢谢陛下，愿上帝与您同在。你好，公主殿下。别怕，仔细看一看，你应该认得这件信。站住，殿下！在哪里？你是谁？殿下，拿着这个东西去找你的猎物吧。记住，不要向任何人说起我。
亲爱的娜迦，你好吗？据说伏尔加河的秋色是非常美丽的，而且因为有你，我的小美人在那儿，令我对那片遥远的土地更加向往。圣彼得堡的白夜又快要降临了，而我却没有你那样幸运，能够独自到远方去，用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一位年轻又骄傲的狮子。一队哥萨克的精锐骑兵已经集结，并且开始向韩国开进。而且，跟他们一起来的，还有一批准噶尔移民。这些准噶尔移民是？据说这些人是新近从中国叛逃到俄罗斯的。还有，不少人传言，女皇向韩国派出了一位神秘特使，可是至今，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影子一般的人物。你的这些消息可靠吗？很久以来，我就秘密花钱，向各种身份的人收买情报。一切迹象都表明，俄罗斯要下手了。那他这么匆忙地封我当汗，是什么意思？韩王，您还没明白吗？总督是一种官职，当总督不能没有起码的能力和威信。可是，韩王依照我们的传统，最基本的条件只是血统。这就是说，在您成为韩王之后，一旦有任何不测，您的儿子就能够立即掌握韩国的最高权力。您别忘了，韩王，这里还有一位他的钦定监护人。从一开始我就想到了，阿萨莱会成为韩国最大的威胁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会来得这么快。韩王，阿萨莱不是威胁。我就是在彼得堡度过的童年，贵族学校、教堂、唱诗班。可是我并没有成为一个俄罗斯人。关键是，从现在起，让阿瑟莱在一个远离俄罗斯，尤其是那个日耳曼女人的影响的环境继续长大。那么，到他可能继承您的汗位的时候，就绝不会再是现在的样子。韩王。到了今天，您还不肯把心里话说出来吗？韩王，难道您真的要永远做那个女皇的忠实的奴仆吗？难道您真的对那个女人还抱着希望吗？甚至，住口！对不起，韩王，请您原谅我的胡言乱语。可您为什么还不决断呢？娜塔莉亚进入韩国，不仅仅是扮演着监护人的角色，她的神秘和心口不一，时常让我产生怀疑。有这样一个女人围绕在身边，我只好卧薪尝胆。
很久以来，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都来自皇宫内部，肯定比来自官方的文件更快、更准。女皇这个时候正式册封您为代理韩王，意味着您随时会面临危险。韩，暂时的平静中，往往隐藏着更大的风暴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会发生。你在等什么呢？我是伴随着启明星一起降生的。佛祖从我降生那一时刻开始，就把回归故乡的重担交付给我。或许我比任何人都更多的在梦中见到过故乡的金色天山，可那是多么遥远的路啊！大士顿已经对我详细的讲述了那漫漫的长路，再也不是当年我们的祖先游牧的情景了。那时的一片蛮荒，现在已经全是俄罗斯的版图，住满了臣服女皇的哥萨克人、吉尔基斯人和哈萨克人。没有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是雪山、沙漠，还有可怕的死亡沼泽。我们现在回归，几乎每一步路都必须战斗，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。韩，您要改变自己的誓言吗？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誓言。可是我们率领的不仅仅是能战斗的士兵，更多的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，还有无数的牲畜。这可不是走奥特，从东营盘搬到下营盘。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迁徙啊！我当了17年牧人的儿子，你们根本不懂得一个普通牧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辛，他们对生命是何等的珍惜，哪怕是一只瘦弱的羔羊死了，他们也会掉泪。当年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追求这一片和平安宁的牧场吗？泽伯克，也许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紧迫，但是我们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，做好迁徙前的准备工作。韩王，但愿您是对的。报！韩，俄国的公主求见。你告诉公主殿下，扎尔姑正在开会，请她回去。是。那就更没有理由拒绝我。殿下，我再次提醒您，这是韩国的扎尔固会议，拒绝所有不相干的人参加，即使是俄国的公主，也没有这个权利。我并没有做不合自己身份的事情，请吧。这是2份女皇陛下的任命书。韩，娜塔莉亚·尼古拉耶夫娜被任命为图尔扈特汗国的监督官，从宣布任命时刻起，她有权参与图尔扈特汗国扎尔固的所有会议。怎么会这样？俄国人怎么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呢？这是违背法典规定的。就是啊，不能让他们来。妈妈，您说吧。我说的没错，女皇派来了宣布诏书的人。汗，您被正式册封为图尔扈特汗国的代理汗王。3天后在韩国举行正式的册封仪式。阿斯特拉罕省省长别克托夫阁下代表女皇陛下出席盛典。
殿下，策不可太急。有事吗？我是来向您道歉的，娜塔莉亚·尼古拉耶夫娜。我一直很敬重您，可是托尔扈特汗国在我的心中更重要。我能感受到。如果我伤害了您，请您相信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没有人可以违背扎尔国的决定，它代表着韩国最高利益。是的，我理解。就像没有人可以违背女皇的决定。我很遗憾，如果您不是现在的身份，我会用韩国的最高礼遇对待你。这我相信。请您原谅。我原谅所有的人。谢谢你，娜塔莉亚·尼古拉耶夫娜。晚安，策不可太急。晚安。来了，好的。策不可，该到了吧？请通报，娜塔莉亚·尼古拉耶夫娜公主殿下和韩国扎尔固执行官策不可多尔济台吉到了。欢迎您，尊敬的公主殿下。你好，殿下。您每次出现在我面前，总是像冬天的阳光，要给我带来好运。哦，是吗？是这样。怪不得您的气色总是那么好。省长大人，你好啊，策不可老朋友。您永远是我最尊贵的客人。的中国茶。您这威武的军队，我的台基府哪放得下呀？误会了。现在请允许我介绍，这位是女皇陛下派来的格里戈利男爵阁下。策不可老朋友，请啊。省长大人，这位将军是谁啊？看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同胞嘛，怎么不介绍一下？你说他嘛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舍楞太监啊。舍楞？是的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走吧。大人，讲话注意分寸。我的族人不是你的家奴。非常不好，太极，您这样讲话很不好，知道吗？我怎样讲话，还用大人您来指教吗？太极，你可以对我不礼貌，可是您必须处理好您和图尔扈特人的关系。别忘了，您与您的族人是负有女皇陛下政府的特别使命的。太极，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了？我们忍了吧。谁让我们是在人家的土地上呢？听说舍楞当时确实已经向清朝大皇帝投降，还迎接一位清朝军官到他的军营。不过他马上就杀了这位军官。在清朝大军来袭时，带人逃出了国境。至于到底是像他自己说的，是因为清军杀了他的兄弟才一时冲动，还是本来就是一条诡计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是说诡计？我看不像。如果他只是跟着阿穆尔萨纳闹事，主子都败了，他怎么还要这样顽抗呢？或许他与早已逃亡的阿穆尔萨纳约好了，用清朝大官的人头向俄国人讨好呢。清朝和俄罗斯眼下并非交战的敌国，他何必这样呢？哼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家伙反复无常，肯定是靠不住的。别忘了，当初咱们西迁游牧，就是为了不愿意跟准噶尔人冲突，没想到他们现在又追到这儿了。大士敦，你觉得舍楞这个人怎么样？我只是和他匆匆的见了一面，并没有接触交谈。不过，看来他在族人中还有很大的威信，而且听说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勇士。韩，此人不可轻视。先看看他的羊皮里到底闷的什么药。如果他是朋友，我们就献上我们的美酒；如果是敌人，
我们就赐他一把刀。直觉真是奇怪的东西。尽管关于舍楞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说他如何善变，讲他为人不义，我还是愿意相信和收留他。也许因为都是蒙古人，也许许多事情根本不需要理由。请。韩，这位就是准噶尔部2等台级舍楞将军。尊敬的沃巴西汗，准噶尔部2等台级舍楞向您请安了。我早就听说，图尔扈特人在俄罗斯建立了汗国，在这块辽阔丰美的牧场上，沐浴着腾格里的恩情，舍楞带着自己的部族追随你们来了，愿意生活在共同的韦拉特法典之下。我们满足您的愿望，不仅仅是因为女皇陛下的安置，是按照韦拉特法典的规定，图尔扈特不能拒绝一个准噶尔部贵族的求助。舍楞台吉，带着你的族人，在韩国的领地建立起自己的乌鲁斯吧。伟大的沃巴西汗，这是您对准噶尔的赦免。图尔扈特人没有因为准噶尔人曾经对他们的不公而耿耿于怀，舍楞从此永远是您的属民。我愿意为韩披荆斩棘，在所不惜。女皇命令我们集结1万名精锐骑兵，重返高加索前线参战。阿萨赖返回圣彼得堡接受教育，再选派300名贵族子弟随行陪读。在韩王出征期间，韩国由女皇陛下的监督官和扎尔古共同治理。300名，连彼得大帝都没要过这么多的人质，我不需要这样的封号，这是绞索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稳住那个监督官，让他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向圣彼得堡报告。韩王、策布克台吉，你们好。公主殿下，册封大典的事情我会办得让您满意的。殿下您也看到了，有些贵族对女皇陛下的旨意很不理解，有些情绪。我想，是不是应该在大典之前对此暂时保密，尤其是送走300名贵族子弟的事情，以免发生不测。可以的，大家有情绪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谢谢殿下的理解，我已经对征兵做出了安排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我听说陛下还向韩国派了一位特使，请问他什么时候到？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清楚。韩，如果宣布阿萨赖回俄罗斯，央基那里……我现在就把这个讯息告诉我的妻子。